继续来看，不管是歌戏、车鼓镇，也是南北馆，常常拢会看到乐琴。北投台湾乐琴民谣节伫今开幕，有讲唱会、工作坊、音乐会，希望透过无同款的方式，互民众来接触乐琴，了解咱台湾音乐的底底。 那段乐琴，北投国小乐琴社学生拿唱这条《乌秋水牛》未论场个节目班。8月31日，北投文泉博物馆办台湾乐琴民谣节开幕音乐会，为着要传承推广乐琴和单曲，当年台湾乐琴民谣协会拢会主办民谣节，今年已经是14周年。咱较是新一代的音乐人啊，有咧用乐琴落去编的。 乐团啊，甲邀请来，啊个老师邀请来遮上课。伊是讲有一天世界若要听乐琴民谣，拢来甲遮。为着要甲台湾民谣的政治点落去，协会甲乐琴送予毕业的学生。另外，今年民谣节嘛邀请到旭阳民俗车鼓剧团、国宝级的艺术和因的艺生来参加民谣节。毋但是验收艺生的学习成果，艺术也搁伫现场秀彩题。 敢若秀出去收红包回来，表演者用两杯唱曲讲好话来祝福观众。今麦已经震撼地看到这款表演。团长吴宪山表示，车鼓镇包括音乐、口碑和脚步手路等等，要出赛就爱磨。艺生嘛讲，敢若学乐器都已经真无简单，希望以后会当个继续传承落去。学生哦，足认真咧，等于因为这个乐器甲这个技能哦，各种的技能是点破呢，唔是讲的说你爱。 潜在伫个身躯边甲指导，伊咧顿来家己训练。啊，尽量甲伊学起来，啊，看讲敢有所在，敢有时间，阁会当甲伊传落去。因为其实若是即马着甲伊断紧落去啊，最可惜的啦。因为这是咱台湾家己发展出来物件。 台湾乐琴民谣节自本月31至9月29，逐礼拜拢有无共款的活动，有邀请陈明忠和真济少年世代的表演者斗阵参与，希望透过无共方式，互民众接触乐琴，了解台湾的音乐底底。记者卢尚如、寇炳杰台北报道。